讲到属主的人无互问题拔掉，属主的人无互问题拔掉，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教会后礼拜开始就会当实体做礼拜细节的部分牧师会阁甲咱做报告。但是今仔日咱伫做礼拜的中间，上帝要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咱伫主的帮助中间，无论拄着心中的困难，咱的人生拢要互人看见上帝甲咱三角地带。这是以撒的人生。这嘛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甲初代教会所讲鼓励的话，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困迫，咱拢无惊吓失志。感谢上帝，互咱伫人生的中间，伊所想事毋是一帆风顺，伊所想事就是，当咱无论拄着什么种人生的境遇，咱拢要真做有气力的基督徒。愿咱对今仔日的圣经的故事以及圣神的帮助，咱真做一个伫人生中间会通老练有权柄、无惊吓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对天灵将跨越历史鸿沟，对以撒到保罗，今仔日也到伫咱中间。咱伫主的面前，咱嘛为着咱的家庭的囡仔来祈祷甲祝福，讲主啊，求你赏赐我的囡仔，互伊的一生中间，当伊拄着艰难的时阵无逃闪，因会当真做安静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的上帝你的行事。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咱要拍开圣经，咱要默想圣经，咱要领受圣神所带来圣经的亮光甲智慧，咱要领受真情。牧师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万关的上帝，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原是你的行事，对亚伯拉罕开始到今仔日，主啊，你永永远远是世间人的主。愿伫你的面前做伙主席，我们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的祝福。伫阮人生中间有时，阮会拄着饥荒艰难，拄着困迫，总是上帝，你是真正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攻读圣经的时，这个圣经就真做阮的智慧，也真做阮祈祷的凭据。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互今仔这个礼拜讲的人、听的人，拢白白得到祝福。愿伫你的面前用恭敬的心，仰你仰目甲恳求，愿主你伫阮中间。愿咱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经，咱所读的是一个足水的故事。所听兄弟姊妹，我要鼓励咱，今仔日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讲道，听书会所读这几节的圣经哪定，哪会当你用一段时间好好对创世纪12章来甲伊读到了，读到这个所在，因为这是一个真水的人生的故事，伊是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家族的故事，今仔日要真做你甲你的囡仔的故事。咱的上帝是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这段故事蕴藏真侪历史、人生的人的经验，伊嘛要真做咱伫今仔日中间做基督徒的一个祝福甲经验。这段圣经有人讲，伊是一个祝福的神学。是一个充满祝福，要互人看见上帝祝福的一段经文。这段圣经不但伫当时，这个非利士人的国王亚比米勒，伊看到以撒对上帝领受迄种的权能甲保守，所以伊毋敢随便来捆捉糟蹋上帝的百姓以撒。所以讲，我明明看到上帝甲你三角地带，所听的姊妹。外邦人的王看见上帝保守伊的百姓，今仔日咱生活伫这个世间，上帝有愿要保守咱，所以古早的故事要变做你的故事。所以这段的故事中间有蕴藏真多真水，互牧师慢慢用恁来做分享甲解说。但是用有限的时间，实在无够了。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愿你的家庭，真做是一个祝福满满的家庭，亲像今仔的圣经。上帝讲，伊有以撒的祝福是百倍的祝福。那安尼，咱对这个创世纪
这个26章12节开始，咱就跳过来看耶稣基督，伊甲军队伊的人，伊也门徒，当门徒问伊讲：主啊，阮来对你，那安尼，阮会当得到什么？耶稣讲：既然为着我放落你的一切来跟随我的人，你要伫今生得百倍，伫来世得永活。所听的姊妹，圣经是遮尔美妙，伊会当加做历史一再一再祝福的一个凭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看见以撒怎样行过这个饥荒的时期。这段圣经的故事咧讲起以撒拄着饥荒，其实伊个讲到头去25年前，亚伯拉罕嘛拄着饥荒。咱今日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咱无了解犹太人的历史、地理甲因的背景，咱对圣经有时读了，咱会有感觉有疑问。比如讲，上帝既然将迦南地是老年甲别的地来应允予伊的囝儿，那安尼迦南地是老年甲别的所在，伊较会饥荒呢？是，咱是一个有智慧的思考的人，所以咱对圣经的应允甲记载，有时咱会产生一种的感动甲回应。兄弟姊妹，神未曾应许天长蓝。上帝无应允人伫世间无风影，但是上帝应允人伫世间的风影中间，伊要甲咱三角地带。愿咱静静来看这个故事，也愿咱看了后，做礼拜了后，咱来当去思考讲，伫以撒的故事，伫伊的人生的中间，这个故事内底我看到什么？咱看见以撒怎样行过饥荒的世代，咱看见上帝怎样提醒。亚伯拉罕25年前所做的唔对，也是讲迄种的自我的选择，上帝甲伊讲唔好去埃及地。这句话听起来真普通，好像亲像一个剧情中间的一段话那点。但是原来这句话是一个历史的改变，因为25年前，超过25年前，亚伯拉罕伫75岁的时，伊嘛带伊的家族去埃及。伫饥荒的中间来挖靠埃及，迄个有真水的河水、丰盛的这个埃及的真富裕的这个生活，无拍算，伊伫迄个所在也拄着艰难，所以上帝甲以撒讲：去我甲你陪伴，去我甲你所陪伴的所在。咱的人生拢有上帝陪伴的所在，咱起头未了解。今仔以撒的这个陪伴的所在叫做基拉尔纪念日，这个所在是亚伯拉罕伫以撒出世的故乡，请会记得。这段话有时咱读无，但是为什么上帝要带以撒倒去伊出世成长的所在？迄个所在有真深的过去伊成长的咱咧讲的深井效应，伊的童年创伤，有伊伫成长过程的记忆。上帝伫迄个所在要重新甲伊医治、甲伊清除，所以用一个象征性具体的故事，就是以撒伫迄个所在请伊的老爸亚伯拉罕，伊古早所学的这个亲子，这个嘛咧有标以撒对伊的童年创伤，伫迄个所在个重新做着洁净。所以的姊妹，今仔这个故事实在对人生充满真多的启示甲祝福，愿咱静静对圣神来领受，总是有一个真要紧的这个中心的祝福，就是既然跟对上帝的人，因为人生会拄到问题，但是因要甲上帝做伙去面对迄个问题，因无要互这个困局、饥荒、打扫、黑暗暝来捆绑因的人生。阿妹嘛所听兄弟姊妹。今仔日个透早，陈牧师带咱的青年咧做圣经班的查经。陈牧师嘛伫迄个所在来提醒所有的青年讲，伫咱的人生中间要亲像以撒，咱要面对着无同款的问题，是伫咱人生中间咱拄着什么问题？伫咱人生拄着问题时，你安怎去做你的回应？比如讲台湾无疫苗的时，大家大声喊。给我疫苗，给我疫苗！但是当疫苗入来的时阵，遐也不爱做，遐也惊。人真麻烦。
有也无好，无也无好。那安尼，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也是咱是一个制造问题的人。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主啊，我要做一个会晓伫解决问题、勇敢面对问题的人。愿你带我读今仔日的圣经，互我深深知影讲，属主的人永远无互我的人生会艰难困苦，甲我捆绑。那安尼，咱个跳倒来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哦，咱读了，咱就感觉真感动。上帝将极大的观念放伫迄个粗俗的会所做的器具，上帝将耶稣基督这个宝贝带来极大的稳定，带人出黑暗入光明。伊放伫人的生命的中间。伊搁落去讲，人拄着艰难，也无受捆绑。人的心内有惊吓，总是无失望。拄着困迫，嘛无受气杀；拄着攻击，嘛无死亡。中文的圣经安尼讲：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受逼迫，却不丢弃；被打倒，却不致死亡。所以，爱的姊妹，圣经所讲的故事，人类的历史一再重演。所以，古早人圣经内底这个故事的祝福，今仔日嘛是咱的祝福的故事。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来问：以撒拄着什么种的问题？所以，爱的姊妹，一起头，圣经讲伊拄着饥荒。拄则牧师嘛有做一个怀疑，我咧读圣经的时，我咧问讲：为什么老年甲别的所在，咱敢毋是童话故事？咱已经进入教会的上帝的怀抱，从此应该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为什么迦南地会饥荒呢？无什么奇怪，因为上帝创造的宇宙有出日有落雨，有日时有暗时，这是一个生命的水，就亲像音乐。每一条时间若无有悬低的音，迄种歌较会听哩。所以人生中间嘛有悬嘛有低，亲像有山尖，亲像海洋。咱的人生会拄着各种的境遇，但是人生最美妙，就是伫无同款的境遇的中间，你发现出上帝创造的囝儿伊的权柄甲能力。所以以撒拄着什么种的问题，恁慢慢去读这段的圣经，你会发现，毋是干那饥荒尔，你会发现伫暗暝上帝来找伊。就亲像人生伫黑暗暝中间，就人生伫旷野、伫大扫饥荒的时阵，上帝来找咱。所以伫人生的暗暝黑暗中，上帝来找咱。咱阁拍开哥林多后书，伊讲迄个带人出黑暗入光明。创世纪中间有真侪故事，拢讲到上帝伫暗暝来找伊的囝儿。足水的一个情景，亲像咧拍电影中间有一个这个布景，有一个情景。创世纪特别讲到真侪时阵，上帝伫人的梦中伫黑暗暝，所以才会有这种的记载讲，上帝讲你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所以上帝来带人去这个外口，伫布片的外口，伫旷野中间，上帝讲你剃金你的目睭。我要将迄个祝福就亲像天顶的星，所以这个故事是对安尼来。以撒拄着的情景，毋是干那饥荒，伊拄着各种的艰难，行到什么所在拢互人糟蹋，因为伊是一个小族，伊是一个软弱的人，伊无亲像伊的老爸阿伯来喊，是一个真强的游牧民族的族长。圣经咧讲阿伯来喊，伊有几百人的军队。伊的身边的奴仆一出去，为着罗得来战争，一带出来是300人、500人。以撒毋是亲像伊的爸爸，是迄个强势的族长。所以以撒伫这种真小的这个民族，佮再去架卡伫非利士人的边缘，难免伊会拄着不友善。所以以撒所拄着的环境，伊的井拢互人抢去。所以圣经讲起头第一个井挖起来叫做艾色这个井叫做三井。
后来伊所学的另外一个井，伊家叫做西提纳，这个井叫做战争。伊一步一步，一摆搁一摆，到第三摆，伊才慢慢亲像倒刺甘蔗。迄个人生对三井战争，后来到开阔，伊感谢伊的上帝，伊一路一直前线，对基列尼前线到基列尼的较瓦山坪的丘陵地，伫迄个丘陵地的谷地，伊搁再起一个这段亲像伊的老爸，伊迄个所在来求救上帝。伊要搁再啉伊的老爸古早所留的古井，伊开始伫上帝的面前用这段来求救。咱的囡仔无应该永远挖靠祖产。以撒是头啊起头挖靠祖产，挖靠伊的老爸，但是后来以撒走出伊的生命中间的童年的创伤，伊当大人，伊伫上帝的这段的面前，伊求救。圣经伫到26章的最后，伊的罗卜来甲以撒讲：“主人，咱得到一口井啊，出水啊！所以你姊妹，愿你的稳定，你的囡仔毋是假祖产的囡仔，你的囡仔是一代甲一代，拢亲像亚伯拉罕甲以撒，会当经历上帝。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宣告讲，我的人生。”伫艰难的中间无失志绝望，主啊，你赏赐我这种信心甲能力。今仔日的后半段，牧师的信息中间要甲恁讲起一个祈祷，足出名的祈祷叫做宁静的祷告。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美国的牧师神学家。这个祈祷牧师捌甲恁分享过，伊讲求上帝赏赐我勇气，去改变我应该改变的环境，去克服迄个问题，赏赐我勇气。我真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第二，求上帝赏赐我安静的心，互我知影，当我面对我无法度改变的问题，我安静的心，就亲像这个疫情疫苗，毋是你甲我咱会当解决，互咱的中央政府，互其他人去负责的人去负责，咱袂当解决的问题，你就安静，莫拗念。这个祈祷。尼布尔祈祷讲：赏赐我平静的心，来接受我所拄着无法度改变的环境。最后，伊讲：上帝求你赏赐我智慧，求你赏赐我智慧，互我去判断什么是我会当改变，什么是我袂当改变。这个祈祷若放伫，亲像一支这个近视眼的眼镜来挂起来，咱就来看。以撒的这个人生，今仔26章创世纪，咱就好亲像看到以撒，就真正有这三个祈祷，又勇敢去解决问题。所以伊伫纪念你，圣经讲，伊就静静伫迄个所在敬做，游牧民族变成做农业民族，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但是伊安静伫迄个所在敬做，圣经的记载讲，上帝大大祝福伊，伊会收成百倍。我一直怀疑这段话，这是一个形容词，因为对一区田，咱台湾对一区田，你种落今年收冬，这冬收的是安尼，明年忽然100倍，哦，较有可能。种植的物件为天然的限制的条件，圣经讲上帝大大祝福伊，伊会收成100倍。我就受到耶稣伊应允咱讲。既然军队我的人，你伫今生得100倍，来世得永生。兄弟姊妹，咱即摆袂明白，你将这个应允放伫你的心，你家放伫你的心，你静静，咱静静，咱来听候。到伫咱人生的尽头的时阵，咱要讲阿门啊！因为原来上帝所发来100倍是另外一回事，咱静静来听候。上帝要将伊的应允放伫咱的中间。愿今仔日新约旧约创世纪26章哥林多后书第4章，以撒甲保罗，伊的故事唤起咱伫上帝面前的一种的脚步。咱甲上帝讲，伊有的我嘛要有，伊的勇气、伊的信心、伊的能力，主啊，你赏赐我甲我的囡仔，互阮真侪解决问题的人。来，咱来读这段圣经。伫这段圣经中间26章
到最后的结局讲什么？最后结局讲，这个话，这句话所讲的人，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叫做阿比米勒。阿比米勒因的国民糟蹋以撒甜甜，当因糟蹋以撒，以撒就慢慢啊摸，啊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牵线，牵线去到山区。阿比米勒感觉讲不对啊！这个人无论行到什么所在，以前啊拢得到祝福，所以阿比米勒就带伊的官员、伊的军将来甲以撒和好。伊甲伊讲：我明明看到耶和华甲你三个地地，咱两个人来誓约签订和平条约，咱两人来签订和平条约。啊，我卖拍你，你卖拍我。其实伊咧惊讲耶和华上帝出手。兄弟姊妹，愿咱的人生，互你的亲人，甲咱的厝边，愿咱的教会，互特定人看见，咱的上帝，甲咱三个地地，这是今仔日的祈祷。因为以撒知影一项，出水泉的是上帝，毋是人。你伫旷野沙漠中间，你要挖到水泉河顶的困难，所以以撒知影。真正互人得到高井水泉的，毋是人的辛苦，所以你甲我糟蹋不要紧，我的上帝就甲我陪伴。所听的弟姊妹，咱的人生的活水泉，咱的人生的祝福，迄个源头，以撒抓到伊的老爸的上帝，以撒抓到迄个真正的原因，所以伊伫软弱的性格，伫伊的软弱的个性。伫伊个软弱的软正的，咱来讲人生图像的中间，伊反倒等加做一个以马内利的记号。所以，兄弟姊妹，来读哥林多后书第4章，伊讲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为难却不致失望，遭遇迫害却不致丢弃，遭受攻击却不致死亡。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应允，咱的人生上帝无应允一帆风顺，愿天父上帝帮咱，你甲你的囡仔，我甲我的囡仔，咱了解，咱毋是一个真智商是180的人，但是上帝的家己，咱免烦恼咱智商偌济，咱的上帝若要互咱有智慧，伊就互咱出黑暗，这就是圣经所互咱的。这嘛是咱今仔日的祈祷，每一礼拜咱拢做伙发出一个祈祷，咱甲伊称作咱的祈祷。愿天父上帝，有这个祈祷真做一个真正的内心的渴慕，然后咱做伙祈祷了，咱讲阿门。上帝求你，互我真做一个解决问题的家族。愿天父上帝祝福我的囡仔，帮助我的囡仔。兄弟姊妹，你爱你的囡仔受帮助，甲受祝福嘛？当然。咱虽然是草地囡仔，咱无像台北人遐尼高尚，但是咱真纯真，咱真坦率，咱真自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创造每一个人拢是水，无论是伫什么所在。愿咱的囡仔今仔日嘛，甲你做伙来读这段的故事，请会记得这个故事的起头安尼讲，伊讲亚伯拉罕的时阵，头一摆有饥荒。迄个饥荒是亚伯拉罕75岁，以撒是出世的，伊的老爸100岁的时，所以头一摆饥荒伫亚伯拉罕的时，第二摆饥荒，今仔圣经讲伫迄所在都有饥荒，意思就是亚伯拉罕伊75岁的时阵，因的家族拄着大艰难饥荒，所以因迁徙南下，对迦南地迁徙，一直落去到埃及。无几个月，亚伯拉罕感觉情形不对，因为伊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迄个故事重演伫以撒，别仔囝拢娶着水某啦。亚伯拉罕娶着水某，所以埃及毋敢甲人讲迄因某，伊讲迄阮小妹。以撒嘛娶着真水的某，所以伊先煞来到这个纪念你的时，伊嘛甲当地的人讲，迄是我的妹妹，拢是用人的行形，用人的方法。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有真多真水稳重，对咱的个性、对咱的态度的提醒。第一摆饥荒，第二摆饥荒，
第三摆，第二摆经营的时候，上帝甲伊讲：你落去纪念日，你定军伫迄个所在，唔好去埃及。伊要带伊脱离伊的老爸伫埃及所拄着迄种的用人的选择的无完全，伫人的无完全的中间，看到上帝的作为。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面对咱的人生，咱毋是干那求老年甲必，咱求上帝照伊家己的应允，赏赐咱，叫做应许之地。你若对创世纪12章一直读到26章，你发现一再出现。但是圣经中间，伊头一个讲，迄个是一个应允的土地 ，promised land。然后圣经讲 this land， 这个土地，伊甲伊具体化。所以啊，你姊妹，伫这个暗暝，上帝来找以撒。兄弟姊妹，你敢会记得牧师甲你分享古伦神父伊的教导？伊讲，这是咱用咱的话对上帝祈祷。伫暗时，上帝对咱讲话；伫祈祷中间，咱用咱的心思意念，咱用咱的言语对上帝表明。伫这时，咱发出咱的祈祷；伫暗时，圣神伫梦中对咱讲话。所以，真多时阵，咱拄到关键的人生的事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伫迄个梦中，圣神就对咱讲话。这个暗暝，上帝来找以撒，所以上帝对以撒讲话，愿你静静听这个故事。上帝讲：唔通去埃及，我的囝唔通去埃及，我的囝唔通去埃及，因为你的老爸伫几十年前，伊用伊所看到，因为埃及有尼罗河，因为埃及有真侪丰盛，迄个国家出土产，所以感觉去遐就妥当。兄弟姊妹，互上帝带路。伫今仔日，上帝嘛甲以撒带路，嘛甲咱带路。伊讲：去我所指示你的土地。兄弟姊妹，你问上帝，我的人生脚脚的所在伫什么所在？圣经讲：你寄居在这地，应允的土地变作实在的土地。所以，上帝祝福是今生今世。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脚脚伫什么所在拢同款。圣经讲，以撒就搬到基念日。你的人生的基拉尔伫什么所在？兄弟姊妹，我搁再分享，基念日这个土在，毋是干那圣经讲的一个地方尔。迄个时阵其实是旷野，基念日也无城，嘛无都市，伊就是对山边的约旦河边的这个山坪，一直到地中海中间的。靠海边的一个平原，但是伫圣经中间，纪念日对以撒来讲是足重要，因为亚伯拉罕100岁时，以撒出世伫纪念日，伊上少伫这个所在到伊3岁的时阵，伫这3年中间，即搁较长的时间，伫纪念日，其实以撒拄着真多的代志，恁会记得？伊其实伊的家庭中间所带予伊有真多，我感觉有真多想象的空间。如果恁老爸若甲伊带去山顶，甲你白白来讲，甲你要献互上帝，哎呀，你大汉的时候，你敢袂怨叹你的老爸讲，我的老爸从我细汉的时候有一日要甲我杀死。所以伊伫纪念日的时候，伊的哥哥，伊是玛利，圣经并无讲过真多。但是伊的哥哥踢笑伊，迄个踢笑这个字有几啊种的翻译，一种的翻译就是性侵，因为这个嘲笑这个字嘛会当翻做，那就不当的性伤害。有真侪无共款的翻译，也是讲言语上的嘲笑，也是讲囡仔咧佚佗无意思的迄种的讲生笑的话。圣经无真深的交代，但是。伊的哥哥甲伊的，那就讲伊的姨妈夏甲，伊嘛是伫纪念日的中间受困住，后来上帝互伊甲伊的这个嫡传的哥哥伫咧纪念日，所以有真多人生的，咱来讲成长的背景。你会记得牧师甲恁讲起迄本的册叫做《深井效应》，童年的创伤。
童年的创伤，今仔圣经讲，伊重新学伊老爸的古井。伊伫伊的人生的经历的中间，重新行出来，伊另外属于家己的。伊无搁再啉伊的老爸的古井，伊对伊的童年创伤真侪经悟。圣经无记载讲以撒埋怨伊的老爸，但是以撒可能因为这种的亲子关系，你来看后来伊的亲子关系并不是真好势，又生以撒，又生雅各，伊听以撒，但是雅各欺骗伊。所以，伊的亲子关系有可能是一个唔是真健康的。但是圣经故事常常咧甲咱讲起，伫人的无完全，伫家庭的无完全，伫人的无健康，伫人的成长中间拄到的艰难，上帝出手。这就是圣经中间上奥妙的。所以，兄弟姊妹，伫你人生脚骹的所在，愿你甲上帝讲，我嘛要。你甲我伫地，你祝福我，你将这个土地收拾我甲我的后代，你坚固你甲我所立的约。阿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圣经中间所纪念你，较北边牧师画这个图并无真容易看出来。有一个所在叫做哀巢，有一个所在叫做伯特利。伫伯特利甲哀的中间，迄个所在伫圣经中间足特别。就是上帝呼召阿伯来喊，小讲今仔日的以撒嘛是对伯特利甲哀，都亲像早前几十年前伊的老爸伫这个旷野中间呼召誓约立约，伊对迄个所在牵索来到南边会纪念你。所以今仔圣经的故事有真多，伫咱人生中间所讲真特别的，伊甲上帝立约的所在，伊的老爸差点抬伊献予上帝，后来伊搬到纪念你。这个圣经故事，敢是咧甲咱隐喻、暗暗咧甲咱提醒讲，伫咱的人生中间，咱需要当大人，咱来行出咱家己的路。所以愿上帝今仔日来对你讲话，将伊的应允不离不弃的祝福。阿别来喊，无以撒虽然无听到上帝讲，我是你老爸的上帝，我永远无弃杀你这句话。但是上帝的作为就是不离不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饥荒、漂流、惊吓、冲突的中间，咱搁一摆阿门讲，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的确甲我三甲地地，因为上帝引带以撒去纪念你的时，上帝讲：“我要甲你三甲地地，我要甲你同在。”或者你相信，呼召你成做基督徒的圣神，要甲你三甲地地嘛？我相信。犹太人三个族长中间，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的图像是一个软弱的图像，但是伫今仔日的图像对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叫做童年创伤得到医治，当大人，上帝的恩典甲咱三甲地地。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用尼布尔的祈祷来甲以撒的故事结连做伙。上帝，你赏赐我面对问题的勇气；上帝，你赏赐我平静的心，通听候迄个我袂当解决的问题来交代你。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属灵的智慧，互我知影。我要去埃及地，还是要留伫纪念你？求天父上帝赏赐我判断的智慧甲能力。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伫上帝的人面中间，咱会当亲像阿伯拉罕受祝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乌水井的人。拄则我有讲起乌水井，好亲像咧讲起童年的创伤，这毋是圣经内底真明的信息，但是伊咧甲咱讲起。乌水井是人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象征性，象征性的一个讲，咱的人生中间需要建造，咱的人生中间需要付出代价，工作伊真正价值，无工作都无食饭。阿伯来喊伊，毋是干那乌伊老爸以前伊的印象中间，迄个古井，伊个乌出家己的水井，所以后来伊家号一个名叫做示巴。示巴意思叫做立约，因为伊乌一口水井，伊号这个名，
所以后来伫迄个沙漠旷野的所在，有一个都市，后来就用示巴做迄个都市，叫做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城市的意思，迄个别，别人别示巴这个别是井古井的意思，古井伫示巴，所以这个人的经验，这个人的故事，后来成做历史。所以，弟姊妹，你我咱人生是毋是嘛有这种的祝福？主啊，我所行过的路，将来要改变人类的历史。人要因为我来受祝福，因为上帝赏赐我一口井，伊甲我立约示巴。所以后来我的人生就成做世间人伊咧讲起，这是上帝所立约的人生别示巴。所以，弟姊妹，甲上帝讨。你的人生是示巴，但是你的后代是别示巴。你的人生是示巴，你的后代后来世间人因为你的存在来啉你这口井。今仔日圣经讲，直到今仔日，林定新甲这段读过，伊讲直到今仔日，迄口井伫咱中间，直到今仔日，迄个城墙叫做别示巴。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讲无了的故事，你定心安静，甲上帝讨。从我读圣经，今仔日这个旷野的旅行，以撒的人生，要加做我生活的智慧。阿们嘛，上帝祝福恁，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历史的主宰。永远甲人类同在，摇花我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同心读这段历史的故事。愿伫你的面前，通过这段故事做阮生命的祈祷。愿主你施恩伫阮的中间，互讲的人、听的人，拢平平得到祝福。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未堪得，但是阮深信你的应允是信实。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兄弟姊妹，后礼拜咱要开始恢复实体的礼拜，还阁有某一种的限制，咱无法度无限的参加，因为政府要求讲做咧这个活动袂使超过50人。咱要伫教会
主堂甲副堂拢准备做礼拜两个所在。伫主堂，咱大概就是50人；伫教育馆，咱嘛要准备直播的礼拜。甚至如果兄弟姊妹，你若讲你要搁要伫直播，伫你的厝，还是讲出外伫啥物所在参加直播的礼拜，拢不要紧。后礼拜，咱的教会是伫上帝恩典中间重新搁再聚集，咱会当倒来到伫上帝的教会来做礼拜。所以，伫咱咧行平安礼的时，咱首先感谢咱的主的疼，咱感谢上帝的保守，互台湾亲像西巴伫迄个所在所挖的水泉，老林甲密的所在，人看见上帝的作为。咱为着台湾疫情会当伫2个月左右慢慢缓和受控制。所以兄弟姊妹，咱这时咱同心来做感谢的祈祷，是阮祝福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保守阮，互阮所听，徛起这个国家台湾，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互阮深深知影人生中间有饥荒、有冲突、有不安。但是，阮感谢上帝，你照顾台湾。虽然嘛有的家庭因失去因的亲人，但是，阮为着上帝你的怜悯，阮感谢你。主，阮为着阮的教会，伫这段疫情的过程中间，你会当赏赐阮有这个器具，有这个平台，阮会当通过网络来做礼拜。阮感谢你照顾阮的兄弟姊妹，伫阮做礼拜的时，阮克服这种伫网络顶悬的无真实，但是大家有缘敬虔做伙伫网络顶悬来做礼拜。我要恳求上帝，你使阮祝福伫所有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通过这个饥荒，通过这个不安的经验，正在阮信仰中间一个真要紧的智慧。至上的天父上帝帮助阮，用你的疼来扶持，阮伫你的面前感谢，恳求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赏赐伫阮的中间，互阮的疼无受摇动。所听兄弟姊妹，愿主的疼真侪你，徛起会纪念你，亲像今仔圣经以撒所脚骹的基拉尔，愿主耶稣基督所赏赐。今生百倍，来世永生。主求你将这种生命奥妙的祝福放伫阮的中间，阮感谢你。